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谴责中国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打压，称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保留集中营。伯明是特朗普总统对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人物，他在以中文普通话对英国一家政策智库的在线讲话中发表了上述意见。伯明10月23日在英国智库政策交流发表中文演讲，批判中国共产党的数次监控以及对东突厥散维吾尔人的人权侵犯，强调坚持美国外交中的对等和坦率原则，让邪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伯明强调，在中国任何的哲学、宗教和道德思想中，也不可能找到支持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集中营的做法。伯明的观点代表美国对中国的进一步强硬表态。上周，伯明的上司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欧布莱恩说，中国正在对东突厥散穆斯林实施接近于种族灭绝的犯罪。多位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更大行动，保护急切面临中国政府破坏的维吾尔人的安全，为他们加快签证批准程序和考虑提供难民庇护。与此同时，北京当局关押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权侵犯问题正受到世界各国越来越高涨的关注。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多伊奇星期五率领31位两党议员联名致函国务卿蓬佩欧和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呼吁行政部门加速维吾尔人签证处理程序，考虑为维吾尔人提供第一优先难民庇护资格，同时提高总体难民限制人数，并保护在美维吾尔人。议员们在联名信中说，鉴于中国对维吾尔人的持续破坏，我们敦促您考虑加速受理他们以家庭、教育和就业为由的签证申请。这些人很有可能面临着强制人口控制、强迫劳动、任意关押在拘留营、酷刑、身体虐待、性虐待、大规模监视、家庭分离，以及在世界各地被压制文化和宗教表达的风险。美国国务卿蓬佩欧星期五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博雷利举行了电话会议，双方讨论了在扩大西洋伙伴关系框架下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并启动了美欧有关中国的新对话。美国国务卿与欧洲对外行动服务局在一份联合新闻稿中说，蓬佩欧与博雷利在会议期间启动了欧洲对外行动服务局和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问题的新的双边对话。他们对启动对话表示欢迎，把它作为欧盟和美国专家讨论与中国有关的所有问题的专门论坛。蓬佩欧与博雷利同意继续就人权、安全和多边主义等主题举行高级官员和专家级别的会晤。针对英国确认持有海外公民身份的香港人申请签证的具体办法，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周五称，由于英方违反承诺在先，中方将考虑不承认英国国民海外护照作为有效旅行证件，并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英国卫报报道，英国政府早在7月宣布，由于港版国安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威胁香港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因此决定于明年1月31日起，向常驻香港的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持有者开放申请居留签证的权利。英国日前确认，约有300万人符合资格申请英国国民海外护照。赵立坚表示，英方违背承诺，反复炒作英国国民海外护照问题，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并称这到头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美中关系继续高度紧张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敦促民众要铭记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辛历程和伟大胜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习近平星期五出席了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会，并发表讲话，将中共政权最近高调纪念韩战结束70周年的活动推向高潮。习近平说：“中国人民不制造问题，他们不怕制造问题的人。我们绝不会坐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受损，绝不会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侵犯和分裂祖国的神圣领土。一旦发生这样的严重情况，中国人民必将予以迎头痛击。”欧盟安全研究所中国国家爱丽丝·埃克曼说：“毫无疑问，这是直接针对美国的信息。习近平唤起了最广泛的战争精神。”